好，我是孟承恩，然后去年才从北大美术系研究所毕业，然后就是水墨。那我作品大概都是，从18年那一年的那一趟去兰屿的旅行开始的，然后，那我先放几张在兰屿的照片。那当时在兰屿就会看到，就是非常湛蓝的海域，所以一开始就被那个海的蓝色给震慑到。然后兰屿的地形其实有很多样，有海石洞，然后也有这种独立的大岩石，然后蛮奇特的地形景观。所以在陆地上到处都会看到这种很奇特的岩石。那因为就是刚好它提供了我在水墨创作上的很多的造型上的灵感，然后这些，好，我快点放过去。那其实最让我感受最深的，并不是陆地上的岩石，而是它的那个海域。那时候有去浮潜。那不过因为我没有潜水相机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放我当时在那个海域里面看到的那个水底下10几20公尺那个很深的那个景观。对，但后来它成为我这个海系列创作很重要的养分。对，那除此之外还有海石洞。那之后我再回放我的作品的时候，会看到我有一些作品会有这种海石洞的元素。对。那除了这些地形地貌景观，然后海里面空间的景观之外，我自己有时候到海边的时候，我也会去观察，就是地上的特殊的石头，或者是一些小贝壳、岩石、木头之类的。然后我在我去年的个展的时候，桌上就放了一小组这组石头。那我自己在画画的时候，我也会自己去摆一些石头在我的前面，然后我觉得当我需要的时候，可以把它拿出来观察一下，观察它的纹理肌理。好，然后好，进入到我的作品的部分。好，那文字的部分我就不废话了，那我就直接从作品开始讲。那一开始其实很直觉的。会去用那个蓝色，然后想要试着去做那种水下的空间。对，那因为我过去大学的时候的作品大概都是以山为主，所以那个主题一进入到海的部分，其实我花了蛮多的时间去摸索。那后来我就做了从侧页比较小张的那个尺跟形式开始去试一些元素。有岩石，然后一些那种像小珊瑚的造型，然后还有水下景观的部分。然后从里面，比如说这一张那个赭石的那个小珊瑚，那有些我就会把它独立的拉出来，我就去从那个造型去发展去试，然后去试那种水中珊瑚那种形状很多样多变，然后流动的状态。那接下来再试的第二套册页，然后第二套册页，我开始在思考说，除了有形的东西之外，那个留白的部分，然后制造空间层次的部分，那我想要去处理这个东西。所以从第二套册页开始，我开始处理一些留白的，然后跟海石洞的这些元素，所以想要去让我的作品里面的空间可以变得更多样。好，然后后来从册页跟刚刚的例子，那这一张是它其实是拆成4段，但是我是用那种手卷的构图。长条形的那一种，就是一般在故宫会看到的但是我把它切成4段做，好，所以像这个做法，我自己的想法是，就我中
中间滑落盘也会臭掉，立刻换掉，所以我不会，我中间我觉得我画坏了，然后我要全部重做。OK， 然后这种手卷的构图，其实我就会着重放在我从海岸走到进入到海里的这种空间的移动，然后海岸上你会踩到岩石，所以那个感觉是你踩在一个很实的东西上面。然后你进入到海里的时候，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流动的，然后你踩不到底，所以那个感觉它是一个跟陆地上很不一样的那种身体的经验。好，继续。那一样，我的这件作品，就是刚刚从赭石的那个部分再拉出来再去做。好，然后后来又试了这种立轴，细长条的立轴这一件海系列悬崖入海。那这一件我就开始在思考说，因为我是从岸上然后进入到海底，那刚好我的那个身体的状态是从上头啪垂直的进到海里面。那我就想说，那我用那种很细长条，然后长宽比很极端的尺度去试试看，然后就做这一件作品。好，然后对这两件其实都还在试一些元素。那这一件海中流动的部分，是我想要试出在海里面那种视觉的或者身体的那种感受状态，因为所有东西都变成是湿的，是糊的，然后看起来软软，但实际上很不一定。然后，所以在这一张里面，我就去试了这种比较柔软质地的石头，可以放大吗？好，这样子。然后这一张是赭石系列的第3张。那后来我又在做了一套小册页，就是这一套册页我就开始拿我自己收集的一些小石头、小木头，然后我就一边画一边看那个东西，然后去开始想象它今天是在海岸的某一个岩石，或者是某一种珊瑚，或者某一种水里面的东西，它的生长状态。下一张。好，那这一件海系列叫暗海的话，就是从我这一件作品拉出来，我去做了一个2张立轴，然后这个立轴一张是满的，一张是虚的，然后我让它去呈现一个2种不同的对照，一种是右边那一张是我把水底下的一些景观石头，我把它画出来，把它填满，然后那当然主题一样是在空间的变化跟质地的变化，然后另外一张是我直接让它留白，让它虚掉，然后让它有一种掉下去之后，然后整个松掉，然后我去做这种两种的不同的呈现。好 ，OK， 好，然后再来是这一张，这一张也是跟刚刚那一张4张连幅的那个手卷的构图，然后这一张的话就是在试海石洞景观状态，然后一样我也是在做从陆地上的海岸的空间，然后进到水里面的空间，然后从一开始在水上，然后你面对一个可能不熟悉的海域或者什么的，
的地方，然后你进去水里面，所以当然一开始进去，你就会看到有很多东西在里面，所以这个部分我把它填满，填的比较满。然后那留白的部分，其实我在思考留白，就是留白它不一定是要去指涉某一种空气，或者是某一种具体看到的云。那留白其实有很多种表达方式。那在这边的话，那个留白，我其实是要去做一种视觉上的导引。所以如果你看到这四张作品，整张看的话，其实那个留白我刻意让它去上下上，然后让第3章、第4章出来，就是它可以，就是我希望它能达到引导观众的视线进入画里面的世界，然后让它带你走完一整张画。好，然后到了第3章、第4章，我想要让它放松，因为我在水里面已经开始习惯这个环境、这个湿度、这个声音跟这个身体的状态，然后我希望可以呈现一种放松的感觉，所以慢慢的松、淡出，然后就回到岸上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这一张是那个海上，我叫海上教师生，然后其实这样是在那个我有时候下水，然后上来之后，我就会跑到附近，因为那个南屿很多那种岩石区块，然后我就会跑去那边拍照，到处看一看，然后它那个岩石的状态就是你远远看，它就是一坨东西，一坨黑黑的东西。那当你去观察某个角落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其实它因为很像是一个小型的生态系，因为里面有很多小动物，螃蟹、虾、鱼虾之类的小动物在里面，所以它就会让我觉得这个很小块面积的这些小礁石，它很像就是一个山水，然后我就从这个观察到的小东西出发，然后我自己回去，我就用了一些小石头开始煮，然后就是变成说，我就不是针对那个我去南屿本地看到那个景，而是我自己去弄一个小造景。但我实际上没有摆成这个样子，有一些是我自己在加的，然后加进去。所以那个状态就是，这个礁石的状态就是海水整个退下来，然后底下那些小珊瑚礁石它显露出来的样子，然后还有海石洞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这张。然后这张是跟刚刚我放的照片的最后一张、最后几张海石洞有关系。那个时候在过了狼岛部落之后，然后它有一区叫五孔洞，然后它那个是有好几个很大的海石洞在那里，然后我进去之后，然后它那里面的空间其实非常大，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那种皱褶，就是它的那个岩石皱褶，然后我觉得很惊艳，就是那些海水到底花了多久的时间，几万年、几十万年、几百万年去把那个洞给凿出来，我觉得哇，真的是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刚好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，其实我的感觉是我被它包在里面。那我想说，被包在里面的话，那刚好好像圆形的构图可以去呈现被环绕的感觉。那再加上我之前没有去试过圆形的构图，所以我就试着去试试看。那除了岩石的皱褶之外，有海面跟一点海底的景。
但其实是有点想要去，也是呈现一种岩石的质地跟海水的质地的变化，对，然后就周围的留白其实也差不多是之前那个感觉，但这一次比较像是我想要让那个白去把这个景去包住。好，然后大概是这样，但是这一批作品就是我2020年底到2021年初的那个个展的作品呢，因为我去年花很多时间在写论文，所以21年现在作品其实陆陆续续一直到今年才开始有一些作品慢慢收尾，所以目前我没有新的作品。